都係同近日個金融市場波動有關係嘅。咁大家知道係星期四晚道指跌咗1000點，超過1000點。星期五晚再跌鑊金跌多2000幾點，因為中國係有個反制嘅34%嘅對等關稅向美國進口中國嘅商品徵收咁樣。咁呢個貿易戰咧就打到咧如火如荼。咁大家都唔知道嗰個結果係會點究竟係會點樣影響到全世界嘅經濟咧咁樣。咁好啦，初步就大家即係會諗到啦即係頭先阿李彤都講過啦，就係嚟緊美國嗰個通脹肯定會好勁啦，入口嘅貨品咧就會好貴啦，咁就所以美國人就周圍去搶住去囤積呢個日用品啦，牙膏啊、番梘啊，係乜都囤積啦。總之係可以買嘅就買定先，因為都估計咧嗰個關稅一實行咧，好快可能即係2-3個月後咧，全部嘢都貴晒噶啦。咁就好明顯，即係全部嘢貴晒，咁大家即係美國個消費者嘅消費力肯定係有影響啦。咁就但係就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美國嘅嘢貴晒，而美國企業咧又唔將嗰個關稅轉嫁俾消費者，咁美國企業本身個利潤咪會被蠶食咯，係嘛？咁所以美國啲企業如果係個盈利會被蠶食，咁你個估值咪會跌咯，你個股票估值咪會跌咯。所以點解即係一關稅一出跟住打得咁勁個貿易戰，咁大家都係擔心啦，好多企業咧都會身受其害要啲產品係要俾關稅。咁就會壓縮佢嘅盈利，因為佢唔夠膽加，有啲唔夠膽加。咁但係中國企業已經講咗話唔會減噶啦，你買就買，唔買就算即係美國嘅批發商你可以繼續買，不過你要負責俾關稅俾特朗普咁解你唔好諗住我哋即係中國嘅製成品會減價我唔賣俾你美國我哋而家仲有好多地方會即係買我哋中國嘅貨南方國家全世界咁多南方國家咁大個市場東盟有咁大個市場，非洲有咁大嘅市場，南美洲有咁大嘅市場，係嘛？大把地方會仲有俄羅斯咧仲有中亞咧大把地方係想買中國貨咁好啦，咁而家就變咗咧講到咧就係話咧，而家係擔心美國嘅企業盈利會縮啦，咁就股價個估值會低啦。咁就近日咧喺社交媒體咧出咗一啲呢個係文章，咁就係話咧股神咧其實就係有一啲發咗言嘅咁你知啦，股神咧就係發言都係一啲通常都係視為一個重磅嘅言論啦。好啦，咁社交媒體就流傳咩咧？就流傳一個視頻就話咧，特朗普係故意讓個股市崩盤，咁就可以逼呢個係美國嘅聯儲局咧，鮑威爾咧就係實施呢個減息政策。咁減息嘅話咧，如果息口低啲咧，咁就政府即係美國揸人咁多債咧，個債券嘅息口咧就可以回落，咁個債嗰個利息嘅負擔就冇咁重啦。咁所以呢啲咁嘅傳言咧喺某啲社交媒體嘅視頻就提出，咁跟住咧啲人就仲話咧，呢個咁嘅理論咧就係得到咧股神巴菲特嘅認可，而巴菲特係認同特朗普呢啲咁嘅政策，認為呢一招咧係最佳嘅經濟手段，所謂英文就 best economic move 咁樣。好啦，對於呢啲社交媒體上面嘅廣泛流傳嘅內容咧，咁就股神就要澄清啦。咁股神嘅旗艦公司咧就發咗個新聞嘅簡報。咁佢間公司就係伯克希爾哈撒韋咁就係揸咗好多股票啦長揸噶啦咁股神其實好醒嘅，佢個揸嗰啲股票咧，佢其實即係早前咧係減持咗唔少蘋果嘅股票咁就喺高位，咁而家蘋果就由高峰即係跌咗都幾多啦咁就由260蚊最高跌到星期五收市188蚊，咁都跌咗接近30%咁股神已經減持咗，咁所以而家咧股神咧就係揸住咧歷史上最多嘅現金，
揸咗大概3250億美元。咁佢今次嘅而家咁多現金咧，證明咧佢早前咧減持蘋果股票咧係啱嘅嚇。咁又睇啱咗啦嚇。咁就佢就澄清啦，佢話：喂，而家目前社交媒體包括 Twitter 即係 X 啦、臉書啦、Facebook 啦，同埋 TikTok 上面流傳一啲關於股神巴菲特嘅言論嘅報導咧，其實係虛假信息。即係股神咧係冇講到咧，即係冇幫特朗普背書，冇講到咧話特朗普嗰個而家個關稅政策係啱嘅，係一個正確嘅經濟手段。股神係冇講過呢樣嘢嘅。咁特朗普要推行呢樣嘢咧，咁的確係有，似乎啦，而家觀察啦，咁事實上證明佢一推個股市就真係冧咗啦。咁係咪佢想見嘅？咁似乎係佢想見嘅喎。股票冧咗咁係唔係通常就股票冧咗就通常係要托住佢咧，就要減息個息減翻啲個息口平啲啦，咁咪啲資金咪會流翻入股市咯。息口高又唔使買股票啊嘛，息口高就擺喺銀行做存款得啦嘛，係咪先？冇風險。息口低嘅時候咧，咁啲人會諗下攞啲錢出嚟買下股票啦，即係咁樣解啊嘛。咁點解成日都即係見到股市跌喎？喂減息啦，減息可以幫手咁樣。咁但係今時就真係唔同往日啦，你減息你咪刺激個通脹咯。咁如果你加咗關稅加咗咁多之後咧，嗰個通脹可能會升得好快喎。咁你國內通脹升得快，你仲要減息，咁咪真係火上加油。咁所以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而家都似乎仲未應承特朗普去減息咯。咁就淨係話要睇翻實際經濟情況、實際嘅通脹情況先決定咯。咁就無論如何，而家今次特朗普呢個大動作咧，就即係已經引起嘅軒然大波啦。環球金融市場波動咧，嚟緊咧都會繼續噶啦，相信。不過就千祈唔好好似網上咁樣又屈巴菲特係同意特朗普，咁所以巴菲特即刻就間公司就整個通告話俾大家聽嗰啲視頻內容咧係虛假嘅。股神並冇講過話認同特朗普呢啲措施即係加呢個關稅措施係啱嘅咁樣嚇。咁就股神揸咁多現金咁今次佢而家就可以慢慢揾嘢買啦。似乎就未出手。咁大家可能要等埋股神出手啦。嗰陣時先算係咧，可能一個股市見底可以撈貨嘅機會。咁大家密切注視咧股神嘅動向啦嚇。好，跟住講下第四個題目，講一講中國電動車嗰個發展。咁原來咧已經係去到好勁嘅地步啦。咁勁成點咧？就係有資料顯示咧，有啲數據咧就公布咗嘅最近。咁就係隨住中國咧不斷咁拓展全世界嘅電動汽車市場，或者係一啲係插電式嘅混合動力嘅車，即係 hybrid 啦即係 hybrid 或者係全電動車啦。總之咧，而家全世界嗰個呢一個市場咧，即係電動車、純電動車加呢個係 hybrid 插電式嘅混合動力嘅車。全世界咧，而家嗰個呢啲咁嘅車咧，原來咧中國嘅市佔率咧已經係高達76%。咁當然啦，即係中國嘅呢啲咁嘅電動車同埋 hybrid 嘅車咧，主要都係賣翻俾中國咁所以咧加埋其他中國賣去其他國家嘅，加埋成個咁大個咁嘅市場咧即係當然有其他競爭者啦，係咪？咁就係其實中國係佔咗76%，咁但係其實就好多都係賣翻俾中國嘅。好啦，咁所以咧，而家嗰個佔市佔率係76% 咁高啦。咁但係其實喺歐洲咧，有啲國家咧就唔係咁高嘅啫。舉個例，譬如話歐洲我哋喺德國買中國嘅電動車咧，就係其實舊年咧就大概係578000部，咁佔全世界個銷售量咧4% 到嘅啫。咁就另外就英國同法國咧就都仲多喎。英國就佔7%，法國就佔5%。咁就另外仲有嘅荷蘭、瑞典、挪威、比利時分別係佔6%、5%、8%同埋3%。咁就係西班牙同奧地利就多啲啦，佔10同11%。咁就其他地方咧就係有邊啲地方係
多嘅咧，喺海外嚟講譬如巴西就多啦。巴西國內佢哋嗰個電動車同埋插電式混合動力車係有82%係來自中國品牌，泰國咧有77%，墨西哥有70%，印尼就有75%，馬來西亞52%，尼泊爾74%，以色列64%，澳洲就26%，紐西蘭15%。哇，可以見啦，其實頭先我所講咧，巴西、泰國、墨西哥、印尼、馬來西亞、尼泊爾、以色列，以色列都係，哇！原來已經係佢哋喺國內賣嘅，即係買到嘅電動車同埋或者係插電式嘅 hybrid 咧，其實咧都有好大成分咧係即係6、7成係來自中國喎，呢個其實相當大喎嚇。咁唔經唔覺就原來中國個電動車市場咧已經發展得係咁勁啊！咁就咁有文章就分析就話咧其實點解中國嗰個電動車咁勁咧？咁當然係個性價比高啦。咁性價比高係點解咧？即係平啦，係嘛？點解你可以相同嘅質量或者你嘅質量係好過歐洲、美國生產嘅電動車？咁呢個價錢可以賣到咁平咧？咁樣咁就有人就認為咧係因為補貼，因為中國嘅電動車產業咧喺過去嗰14年啊，即係2009至到2023年咧，所獲得嘅補貼咧大概係2310億美元。咁就係呢啲係政府補貼同埋援助，咁所以咧令到咧啲車企咧可以係以較低嘅價格咧係賣車賣出去咁樣。咁呢個數字就冇即係冇特別去證明係咩數據，即係喺邊度嚟嘅咁樣。淨係有啲文章就分析話，其實過去10幾年咧補貼咗，即係中國政府係補貼咗電動車嘅發展咧，係已經補貼咗2310億美元㗎啦咁樣。咁就呢啲數據係咪真係咁真咧？咁樣咁都我諗補貼一定有嘅。譬如話你買車你知香港都有啦，係咪先？你揾架舊車你唔要架舊車燃油車，咁你去買新能源汽車，咁你有個稅會減㗎嘛？咁呢啲咪補貼咯。咁中國都係有嘅，的確係有嘅。咁但係呢個行業既然係咁重要嘅，咁政府適當地幫助佢發展啦，為環保出一分力，咁都係理所當然嘅，係咪先？好啦，咁隨住呢個電動車普及咧，原來咧有啲車咧真係好慘嘅，俾電動車打到飛起嘅，打到七彩。咁原來喺中國咧有4個品牌嘅汽車係被電動車打到咧，即係應該係好快退出㗎啦。咁邊4個咧？第一個咧係斯柯達汽車，哇！我都唔係好識呢個品牌。原來咧佢係大眾汽車嘅一個比較平價嘅版本。咁英文就Skoda since 1895，即係1895年已經有嘅啦，呢個品牌。好啦，咁點解呢個斯柯達汽車咁慘咧？咁樣咁就其實就係雖然有啲人話咧，喂，其實佢都唔係好差啫，又唔係好貴，都幾慳油啊。咁同埋咧好多嘅零件咧同大眾共用嘅，差唔多啫咁樣。點解賣唔去咧？咁原來咧就係呢個市場咧根本唔需要一個咧廉價版嘅大眾。咁就所以係市場咧基本上係冇驚喜嘅。咁佢喺2025年2月份咧，成個中國市場咧究竟賣咗幾多部車咧？847部。係整個品牌喎，整個 Skoda 嘅品牌嘅車，唔係一個 model 喎，係整個品牌嘅車，係2月份咧只係賣咗847部咧，都好凄慘啊！咁應該好快咧，Skoda 就可能同呢個大眾啦嘅其他品牌合併噶啦，拼埋一齊啦，唔好再搞多個品牌，都應該賣唔去啦。咁第二個品牌咧，招致咧好大打擊咧，就係標致，大家知道標致係咩車？法國車。咁原來成個2月份咧，成個中國市場咧，標致只係賣出咗733部車啫。咁而且咧就係即係以往咧法國車俾人感覺咧就係有啲浪漫啊，有啲設計獨特底盤咧好紮實咁就係好似個藝術家咁樣。咁但係咧就而家隨住新能源汽車好多品牌推出咧，
美輪美奐啦。咁呢啲舊款嘅標誌咧就會變咗唔受歡迎啦。同埋咧佢即係到今時今日咧，都好似冇咩新款推出啦。成日咧大家會懷念住咧嗰啲老嘅款、舊款嘅標誌330、308啊，標誌408啊，成日都係我懷念緊啊。咁就總之而家新能源汽車出嚟咧，就打到呢個法國車咧呢個標誌啊，法國品牌啦。即係當然佢而家就喺國內生產啦嚇，咁但係就基本上咧唔受歡迎嘅，成個2月份咧都係賣得嗰700幾部，都幾慘。第三個品牌咧又係打得好慘咧，就係 Jaguar 喎。啊，Jaguar 其實係英國好一個英國品牌嚟嘅喎，以前啊，咁就係佢2月份咧只係全中國係賣出咗415部啫。點解咧？因為佢個形象咧，其實 Jaguar 都係貴車嚟嘅。咁佢但係咧，佢係同 BBA 比嘅，即係 Benz、寶馬同奧迪比嘅。但係而家 BBA 咧減價減得好犀利，咁你 Jaguar 如果你唔減咧，都幾難競爭嚇。咁又加上新能源汽車好多好靚好平，咁又係變咗打到 Jaguar 咧趴喺度。好啦，咁啊第四個品牌咧就係呢個啦，Infiniti 啦，Infiniti 咁佢嘅車咧就係日產嘅，日產做背書嘅。咁啊，其實唔錯嘅 Infiniti 嘅車啊，操控出色，設計年輕，主打就係呢個不撞臉嘅豪華車咁樣，亦都係被稱為平民中嘅跑車咁樣。咁但係好慘喎，原來佢成個2月份咧喺中國咧只係賣出咗72部嘅，哇！72部真係少到不得了啦。咁似乎咧即係佢冇咩新款咧，又係咯，好多年以來都係得嗰款就係 Q50L 同埋 QX50兩款。咁就Q50L 咧就係2014年到而家咧都係國產啊，到而家都10年啦，超過10年啦，依然都係用緊 Q50L，都係用緊2014年嘅技術。咁你叫人點樣買咧？係咪先？咁個售後保養又唔好啊，保值又低咁樣。咁而家講緊中國嘅新能源汽車出嚟咧，就話10萬蚊人民幣可以買到咧激光雷達嘅架車，有激光雷達。有呢個800W嘅快充嘅呢個服務，又可以自動泊車啊！咁你10萬蚊一部已經有咁嘅功能，咁你呢啲咁嘅舊款嘅燃油車，呢啲咁嘅品牌咧，只可以講一樣咧，就係受時代巨輪嘅影響咧，都係遲早淘汰嘅。嗱，咁應該好快淘汰，唔係遲早，好快淘汰。咁呢就特別就呢4個品牌啊，咁就咁我今日傾4個話題，傾到呢度。咁因為今日就沙田馬場係有馬跑嘅，咁就今日係12點45分就開跑嘅。咁今日咧就有一場杯賽嘅，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就係校友嘅校友杯咁啊，中文大學校友杯。咁就係咁就有個杯啦嚇，就係叫做冠名叫中文大學嘅杯啦咁樣啊，但係咁就所以今日阿上峰咧都會入沙田馬場咧。食下嘢啊，見下啲朋友啊，咁啊睇下馬，開開心心啊，睇下影下相，落下沙圈都唔定啊。咁就都想講講翻兩隻即係心水提供俾大家，因為啱啱星期三咧就叫好彩嘅，提供咗2場。咁第一場就提供咗係即係第一關就提供咗隻聶寶勤同埋隻高錦買條鴛鴦 Q。咁啊聶寶勤就熱門嘅，咁啊跑第2啦。高錦就冷門嘅10倍啊嘛，就後上咧喺直路啲阻滯咧，湯寶森出就出得唔好啦，咁又跑唔到入3甲，咁所以第一關提供一條連贏位置 Q 咧，咁啊星期三晚咧就輸咗噶啦第一關，咁好彩第2關就中咗嘅，第2關係我提供係當時提供係第6場，就我話係4隻馬控制大局嘅啫，就你可以買連贏位啦、互穿啦，咁其中咧如果跑到其中嗰有2隻係熱門嘅。咁如果話跑到另外嗰2隻爛爛地嘅就好啦，點知真係跑嗰2隻出嚟，就係6倍嘅醒目先驅同埋9倍嘅神驅馬靈。我介紹嗰陣時咧，朝頭早咧神驅馬靈係講緊17倍嘅，臨場打到啦9倍。咁我亦都建議話如果你真係唔想買4穿6嘅，即係4隻連贏位互穿，不如你咪揀神驅馬靈嗰啲冷門啊嘛，揀佢做膽拖翻嗰3隻熱熱地嘅咯。咁嗰啲注碼可以慳啲咯，係嘛？可以拖埋連贏位，拖埋位置 Q 咯。咁應該有朋友真係咁樣做嘅，用神驅馬靈做膽，就拖到醒目先驅咁收咗
嗰條 Q 大概400蚊到啦，收埋嗰條位置嘅 Q 大概150蚊到啦。即係如果你十蚊買，咁你一拖三，咁啊連人位置 Q 60蚊啦，60蚊就應該星期三就可以收翻550蚊嘅。咁我唔知你哋有冇買到第二關啊？因為如果有啲人淨係買第一關咧，就第一關唔中嘅，第一關俾咗兩隻咧，淨其中一隻獵寶強跑第二嘅啫啊！好啦，咁呢個星期三嗰個結果啦，咁今日希望都個運氣好，繼續係好啦。咁就係好介紹下俾大家咧，就係嗰個稍等下，係我俾啲圖大家睇睇先。好，今日咧就係介紹乜嘢咧咁樣誒。我想介紹兩隻馬係俾大家買獨贏位置過關嘅。咁第一隻咧就係第9場啊，2號嘅神馳。咁呢隻馬就榮智健先生嘅，即係中信係啊，榮智健先生啦。大家知道以前有馬王奔騰啦，嗰啲好馬啦，活力先生啊嗰啲好馬啦。咁就神馳呢隻馬咧，就今季咧就越跑越好啦。近呢3場咧就2場冠軍，1場第4。但係唔好忘記喎，上次第4咧係初跑1600，都好近嘅第4，輸2個幾馬位。今次咧第9場咧縮翻落去跑翻1400啦，正正就係佢之前咧2個冠軍1個亞軍嘅路程，咁所以縮翻落去咧，咁佢又跑快又主動喎，可以守好位喎，排6檔。咁啊，蔡約翰又係即係爭練馬師冠軍咧，就一定去到盡啊！咁啊，榮智健榮老闆就梗係好中意拉頭馬啦，係咪先啊？咁今日咧隨時有機會咧再拉頭馬。咁佢夾馬係有5倍嘅，所以其實好直博嘅。因為點解佢有5倍咧？因為有隻大熱門咧叫彭才咧，就用潘頓、蘇偉賢馬房嘅，就1.7倍獨贏嘅啫。咁啊熱得滯咯，因為呢隻彭才呢隻馬就冇前速嘅，佢排2檔後上。你直路揾唔揾到位咧都好難講。神馳唔同喎，排6檔嘅有前速喎，一定擺喺2、3位嘅喎，直路率先透出喎。咁所以彭才揾位追佢，追唔追得到咧都好難講。就係彭才隻馬係勁嘅，但係17蚊獨贏就唔抵咯。如果係咁，我梗係買神馳啦。神馳有5倍獨贏，我諗到時會有1.3倍位置嘅。你可以唔買位置嘅，如果你嫌熱，淨係買單 win 算數咯，買5倍嘅 win 咯。咁就係咯，可以考慮啦。神馳第9場咁射落去第10場啦，買個過關啦，或者你買第9口孖寶啦都得嘅。咁第10場咧，我係中意呢個係11號嘅本領輝煌咁佢而家咧有11倍咁啊熱門係蔡約翰嗰隻首飾天空喎，咁佢應該搏嘅，但係咧佢就真情1600啦，第一次跑1600啦。咁佢上次跑1400咧，已經係搏殺失手啦，跑第2。咁你真情1600後上，上次後上好勁，咁大家就覺得，咦，上次後上好勁喎，咁真情200去1600應該得啦咁樣。咁未必嘅其實。咁最唔好處就係初跑1600熱門2倍，即係而家2.3倍。咁但係本領輝煌咧跑過1600好多經驗喎，而家就11倍喎。嗱，睇睇本領輝煌咧，其實佢係今季初咧跑完沙田1400 2場，就跑場沙田1600咧，就係跑第2嘅，跑得最好啊，7倍跑第2，輸咗俾隻臘八村。咁臘八村係好馬嚟噶嘛，好勁噶嘛。咁跟住佢就走咗去跑泥地喎，呢隻本領輝煌。咁啊跑2場泥地，咁1場就第3，1場第5。上次仲係走去跑跑谷1650，咁啊結果係跑第7，就輸2個幾馬位。咁好似咧泥地其實同埋跑育谷嘅草地咧都唔係咁適合佢喎，應該就係沙田跑翻1600咧就最好啦，因為佢上個名。咁佢未交代嘅喎，未贏馬嘅喎。咁呢個馬房係咩啊？尤達榮馬房喎，呢個馬房幾勁啊！今年係嘛？咁所以有理由相信咧，佢輾轉跑完2場泥地，跑完谷草之後咧，就將隻馬咧報翻一個首本嘅沙田1600呢個路程。咁今場咧排嘅檔位又唔錯啦，7檔 OK 喎。咁所以咧又有賠率喎，有11倍喎。咁所以好值得買嘅。咁你所以首飾天空點我哋都唔中意，所以天空就係上次2倍跑沙田1400後上不及跑第2。咁跟住真情1600又係2倍。
嗱，如果佢唔真情，佢跑1400咧，佢2倍可能都贏咧，我都信嘅，我都信佢贏，我都可能會買。咁你1600我就唔會買咯。啊，你估啫嘛，你估就唔值2倍係咪先？咁本領輝煌唔使估啊，本領輝煌喺呢場346場次啊，346場次咪就係輸俾立百村咯，本領輝煌咯，嗰時潘頓騎添，咁啊輸條頸啊，跑第二。咁今次潘頓騎首飾天空啊大熱門，咁你可以話，咦佢揀嚟騎喎咁咯，佢揀嚟騎又點啫？熱得滯啊嘛，係嘛？因為本領輝煌而家邊個騎啊？睇下先，艾少禮騎 OK 啊，半爛殺手艾少禮啊，咁我寧願揀呢隻咯，係咪先？好，咁所以今日就係俾兩隻馬大家買下獨贏位置過關啦。啊，第9場嘅2號神馳同埋第10場嘅11號本領輝煌，你可以買獨贏過關2穿3，位置2穿1嘛，一共係4注咯。嚇，咁你可以買孖寶都得嘅，孖寶就第9口孖寶就係頭關2，次關係11咁樣咯。孖寶咧，即係如果次關咧跑第2咧都有錢收嘅，有安慰獎嘅，有呢個好處咯。大家好，巴士的報除咗響 YouTube 有視頻之外，響另一個平台石榴台都有視頻睇。石榴台有好多獨家內容，特別係盧社長同我有關中國嘅新聞時事分析，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好多嘅資源，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報，訂閱石榴台，有你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繼續製作。多謝大家。